台语、华语都要讲。哦，我知道。喂。喂，123。8号。我现在开。好。喂，123。好，我这边可以吗？怕声音太小，每次都要瞧半天，然后感觉这个无够管了。伤矮，是我伤矮。嗯？不用。嗯。就结束了。嗯。不用。嗯。然后今天圣歌队也不会唱会后诗。嗯。
今日这个平安真紧吼，元宵又搁过啊！一年新的脚步展现伫咱的头前，咱真正要来靠主得胜，互咱新的一年真正我靠主来行出每一个脚步，拢下主的旨意，也得到主的祝福。咱今日是今年度的头一摆圣礼典，就是咱要甲主三角祈祷啊！请咱备万心吼，大圣咱来串联圣诗165首。因为今日第一首圣哉圣哉，咱大家真熟，我就无要串联，咱来串联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咱来吟第一节、第四节。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坚定，设立两万天国，对天降临小会议，最初献给新娘，用会用听来美意，推是的对面。第一节搁一遍来。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坚定，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小会议，最初献给孙牛。用会用听来美，推是的地面就第四章，圣会设立的对象，连第三位一体，小做归乡的朋友，甲出交杯无退。对主天意的要求，让是对主恩惠，感咱为家己当有，伫天甲主作对。请咱备万心来礼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界人所行的奇事，万人拢学了伊。圣诗，圣诗第51首，圣哉，圣哉，圣哉。圣诗第51首，圣哉，圣哉，圣哉。会众请起立。现在，现在，现在，专人我主宰，那个天下全国，我若主要何况？现在，现在，现在，将你提对高喊，我若兄弟。咱犹原确定宣读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面，请献归斗阵坐下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绝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恁就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启，恁来应。启应文第10篇，我捌吞论听候耶和华，伊阿罗恩我，听我的求救。伊对通行的旱坑，对土泥中砍挖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棺顶，互我的骹步在我。伊互我的喙唱心的歌。就是学了阮的上帝的，济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我靠耶和华，独独我靠耶和华，无差迄个骄傲，以及偏袒虚假的人，即号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白目对你排列，我若要提起来讲，迄个少爷算袂了。这事甲礼米你无欢喜，小罪甲赎罪罪你也无爱知。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啊！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读。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主怜悯阮，赦免阮一切拢总的罪，
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来注目仰望你。2023年真紧就过去，今仔日阁是会员好会的日子。过去一冬，阮感谢上帝的看顾，互教会的事工顺利来完成。盼望阮一切所做拢合主的心意，而且会当荣耀主名。主啊，我们也透过会员好会，向所有的会友报告旧年阮所完成的逐项事工。阮有无好的所在，盼望主亲自来帮衬，互牧师、长职甲会友拢会当看见教会不足，甘心乐意来补足上帝国的欠缺。旧年毋管是伫社区的事工，也是伫团契的生活等等，阮拢看见有真明显的进步。毋管是旧的会友，还是新的慕道友，阮拢看见有哪来哪侪新的朋友愿意组织伫教会来聚会，阮满心感谢主。愿阮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或者会渴慕你的人心内柔软，得到心内的满足。互耶稣基督会当成做因一生的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引的诗歌是，就来坐稳定的道。来这稳定的道。
就来坐稳定的道。今仔日嘛是圣三主日，愿望大家比万心来领受上帝的圣礼。圣经记载伫士师记11章1节到6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我来读。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大宽能的勇士，是基鲁的囝。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耶弗他的某也甲伊生几个囝。伊的某所生的囝已经大汉，就结着耶弗他，甲伊讲：你毋通伫阮老爸家生结业，因为你是别个富人人的囝。耶弗他就走闪瞟伊的兄弟，去伫道别的地。有匪类组织伫耶弗他遐对伊出力，阁有遐久，亚捫人甲以色列交战。亚捫人甲以色列交战的时，基列的长老去，要招耶弗他对道别的地来，对耶弗他讲：请你来做阮的元帅，阮就通甲亚捫人交战。今天是禾堂礼拜，和合本圣经我也用中文来念一次。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基列生了耶弗他，基列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他妻子生的儿子长大后，就把耶弗他赶出去，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继承产业，因为你是别的女人生的儿子。”耶弗他就逃离他的兄弟，住在陀伯地。有些无赖的人聚集在他那里，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捫人攻打以色列。亚捫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去请耶弗他从陀伯地回来。他们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指挥官，好让我们跟亚捫人打仗。”正道，请牧师，今仔日题目是契机甲诚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遮尔宝贵的话语，对伫圣经的记载，对伫主你伫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救赎，互阮看见主你对这世界是怎样大的疼，是怎样大的牺牲，互阮今仔日会当徛在伫你的面前，享受即种的恩典。主，阮原本是默属伫你所拣选的，总是因为主你的疼，你找派耶稣基督牺牲救赎阮，互阮会当称作你的囝儿。也恳求主今仔日透过士师的即个记载，互阮搁一次会当重新立志，更新阮的心，互阮的灵会当火热伫你的面前徛在。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一大早，牧师有看到一个消息，哈，也不是消息啦，就是一个姐妹，她在FB 有一个分享，她说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怎么都在打来打去啊，打不完的仗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谁赢谁输？打到后来，她也搞得有点混乱了这样子。其实我们从2024年其实已经快要过2个月了哈，其实还蛮快的。从元旦我们就说要跨年，然后到农历年呢要过年，然后过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不能说2024年才开始，因为已经过了6分，快要过了1/6了这样。2024年的读经进度呢，从一开始其实就相当精彩。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要跟着我们的教会的读经进度走。我们从2024开始就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读完，我们就跨到士师记。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西乃山下与上帝立约之后呢，他们无法好好约束自己，无法持守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方式，上帝就一直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其实这一路，从旷野，从出埃及进入旷野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其实根本就不用几天，但是因为他们始终学不会如何敬畏上帝这件事情，所以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上帝对他们的耐性
消磨殆尽。最后怎么样？最后上帝就让他们那一代出埃及的那一代全部死在旷野。也就是说，在上帝的慈爱跟公义之间，他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因为上帝不能怎么讲溺爱啊，溺爱绝对不是上帝的本质，因为他还有一个本质属性就是公义。所以上帝在他慈爱跟公义的本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他就只能把那一代始终学不会敬畏的，就通通你们就留在旷野吧，只剩下约书亚，他就只剩下约书亚，当然还有迦勒，让约书亚继承摩西，好完成他的遗愿，完成摩西的遗愿，就是带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虽然没有办法将原本的居民，我们就讲说迦南地的原住民好了，这些迦南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道德，充满淫乱、暴力，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次序。所以上帝希望他的选民能够改变在迦南地的在迦南地区的那个整个非常乱的生活形态。于是呢，他要求约书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把那些人都消灭、驱逐出境，重新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次序。但是在以色列占领之初，我们之前有读过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占领之初开始的时候，还能拥有那个地区的治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完全执政。好，我们1月份才选举过嘛，大家对这个选举都非常的有兴趣。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在迦南地还可以完全执政，但是当时间在继续往前推的时候呢，那些无法被驱逐出境的住民，果然就成为以色列在信仰生活上的网罗。以色列从它像是一个完全执政的强势政党，它本来就是一个完全执政的强势政党，然后呢怎么样？一路走到了政党轮替，然后呢又走到了联合政府，甚至面临被瓦解并吞的状况。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士师记，以色列这个族群跟迦南人之间，他们这个势力的消长，就像是一连串的政党之争啊，在执政跟被压制，在朝跟在野之间的挣扎。当以色列违背上帝，丧失他们的治权，被欺压受凌辱的时候，他们就哀求耶和华，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脱离水火，夺回该地区的治权。借由兴起士师的这个契机呢，上帝盼望能重建一个合神心意、拥有道德正义的社群。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士师记现在已经读到参孙了嘛，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这个1-2个礼拜我们读到的士师，这些士师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上帝的灵都在他们的身上，上帝的灵都降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来举4个士师的例子。第一个士师就是在第3章，士师记第3章有说，上帝的灵临到俄陀聶这位士师。俄陀聶他这位士师呢，他是个当机立断、速战速决、相当有信心的大能勇士。于是呢，他就马上就夺回该地区的治权。然后到第6到第8章，我们讲到了基甸，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士师。上帝的灵临到基甸，但是呢，基甸这个人有一点拖泥带水，他始终没办法下决定，他没有像俄陀聶那么的决断。他从起初非常的惧怕胆怯，到信靠，到最后他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就像亚伦当初那样子弄了一个金牛犊一样，让以色列人陷入了拜偶像的罪里。整个士师时期其实也从基甸这位士师就开始走下坡。再来，我们到了今天的经文段落里面谈到的耶弗他，在10到
第10章到12章讲到耶弗他这位士师，上帝把他从谷底拉上来，在今天的经文里，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他被排挤，但是呢，上帝把他从这个深谷里拔出来，重用他。但是呢，这个耶弗他呢，如果我们有看圣经就知道，他乱许愿啊，无代无志安尼吼，许愿。乱许愿，他不但没有重建一个新的秩序，反而带头破坏社群中的和谐。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士师参孙。参孙有的时候在主日学呢，会把他形容成为英雄，可是这个参孙这个士师实在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参孙这位上帝兴起这位参孙，结局没有拯救。上帝兴起士师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重建一个新秩序。但是参孙的存在，他的结局就是毫无拯救。所以我们单就刚才牧师所提到的俄陀聶、基甸、耶弗他到参孙，我们发现他们在迦南地这个治权是越来越糟糕，整个士师记是走向一个向下沉沦的这样的局势。他们无法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背弃盟约，当然就是继续被压制，任人宰割。因为今天的经文段落，牧师选择耶弗他，我们就用耶弗他的记载来做些省思。在第1节说，在基列出生的耶弗他，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所谓大能的勇士，就是他在各方面都相当的出类拔萃，相当有能力的人。但是因为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就被族人排挤，跟匪类聚在一起，成为亡命之徒。如今他因为本族人受到亚门人的攻击，受到外族人的攻击逼迫，所以呢，这个外族入侵成为他可以被他的生命重新被重用的一个契机，让耶弗他。这个契机让耶弗他被上帝兴起，被族人重用。他其实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翻转局势，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领袖。但是这位被上帝兴起、满有圣灵的耶弗他没有好好把握这个契机，他竟然向上帝乱许愿。他向上帝许什么愿呢？他说：“上帝啊！”其实前面已经有一些角力了啦，好，他跟上帝已经摔跤了几回合了。他说最后他还说：“上帝啊，你若让我能够得胜凯旋归来，我就如何如何如何。”他就跟上帝谈条件。弟兄姐妹，许愿我们都会许愿，生日的时候我们会许愿，但是这种附带条件式的许愿，上帝啊，你如果让我如何如何，我就如何如何。这样子的许愿，请问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你觉得这样子的许愿，到底他是有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如果他有信心，他又何必约束上帝，想要跟上帝谈条件？如果他有信心，他愿意顺服上帝啊，你如何如何，你要怎样，我都顺服，我都可以。即或不然，即使豁出性命，我也愿意替你去走这条路。如果他真有信心，怎么会想要跟上帝谈条件？但是这个在外表上看似蛮有诚意，却毫无信心的许愿，这个愿望果然成为他自己的网罗。他许了什么愿？他就说：“上帝，如果你让我凯旋归来，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跑出来迎接我的，我就要把他献上为祭。第一个跑出来迎接我的，结果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的是谁？他独生的女儿。今天如果牧师许了一个什么愿？”跟上帝许，上帝啊，你如果让我可以好啦，能够一辈子待在建城，我都不离开，我就把我第一个从家门里跑出来的，我就献给你。然后呢，很不幸，万一子瑜就第一个跑出来，
我就要把它，而且那个时候献祭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献身委身这种献祭哦，是怎么样？把它烧了，把它杀了，它就没有了。这个，然后后来耶弗他为了还愿，他果然也将他自己的独生女儿献上为祭。这个看似说到做到、充满诚意的举动，却违背了上帝的律例典章，因为上帝严严禁止你们不可让儿女经火，对不对？你们绝对不可让你们的儿女像迦南地那些人的民俗风俗一样，把儿女献上为祭，把它烧了，把它杀了，把它烧了。耶弗他在表面上看似充满诚意的献祭，却玷污了上帝的名，因为在他献祭的那个时候，他让上帝成为一位毫无怜悯又残忍的上帝。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就以耶弗他的例子来看，你相信就相信嘛。如果你不相信，或者是你还不是那么确定，OK 啊，你就想办法像摩西那样，在上帝面前弄清楚。摩西不是说吗？我是拙口笨舌的啊！上帝就给他一个哥哥亚伦。摩西也是一开始也是有一点不那么确定，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像摩西那样，在领受呼召的时候，就跟上帝弄清楚，不要用许愿，特别是谈条件这样子的许愿，来跟上帝 argue。我们在传道书第5章也有提到，不可随便许愿，不可随便许愿，也就是说，传道书其实并没有禁止我们许愿。许愿毕竟这是上帝怜悯我们的方式啦。就像他同意人可以离婚写休书，那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他怜悯人的刚硬与软弱，因为人性的软弱总会让我们想要抓住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就是因为想要抓住一些具体的东西，才会想要许愿嘛。传道书也说，许愿如果不还，不如不许。这也是指就是那种有条件式的、附带条件式的许愿。所以从这里来看，传道书不鼓励，他绝对不鼓励我们向上帝许愿，特别是那种附带条件的愿望。我们何必要给自己挖坑来跳呢？弟兄姐妹，如果讲到这里，如果你曾经向上帝许愿，请好好的想一想，回想一下，你都许了什么样的愿望？这些愿望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吗？或者是你是不是许了一些附带条件式的愿望？你所开的条件，你有还吗？或者是你所开的条件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所喜悦的吗？你是怀抱的怎么样的动机跟诚意，才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有成就你的愿望，感谢主，表示你所许的愿在某一个程度上，上帝是认为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上帝也怜悯你，爱你。但是如果上帝没有照你所许的愿去成就呢？其实我们更要感谢主。如果上帝没有让你的愿望实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更需要感谢主，因为上帝没有把你担不起的重担压在你身上，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成为第二个耶弗他。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怎么样的重担临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我们人有限、自私、骄傲的想法。但是上帝是知道万事万物的。我们人生中有太多的数不完的契机跟选择，
契机的出现，比如说疾病，比如说工作的移转，或者是职位上的调动，在生活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变动，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些契机都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转变的契机。这个是上帝赏赐，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把这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但是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就在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要让自己在脚掌所踏之地站立得稳，我们必须要用尊主为大的诚意来回应这一些机会。不论是顺境逆境，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拿出的诚意就有多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信与不信当中之间摇摆。一个机会来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我到底该如何？我不晓得大家都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主，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不论是升迁，或者是一些工作上职位，我们会换工作。现在青年换工作，那爸爸妈妈，我们家他时代，有的时候在健康上出了问题，或者是家庭里面有一些被拄好的代志，我们是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主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信与不信之间摇摆不定。就好像牧师已经讲过好多次，到底要给孩子补习，还是让孩子来教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像俄陀聶，非常的坚定果决，我就是要这样子去做，上帝也喜悦我这样去做，我们很大的信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像基甸，拖泥带水，反复不定。有的时候又会像耶弗他，会拿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甜头来和上帝谈条件，自以为诚意满满，却总是在挑战上帝的耐性啊！自以为诚意满满，却总是在挑战上帝的耐性。过去曾经在其他的教会有听说，有些会友会说啊，等我如何的时候，我再来奉献；等我如何的时候，上帝啊，你让我如何的时候，我就来奉献；你让我如何的时候呢，我就来委身，我就来服侍。上帝啊，你如果让我可以买个房子，买个车子，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我就来如何。感觉很正常，听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实际上，你的如何都是在跟上帝谈条件，都是在挑战上帝的耐性。上帝知道我们的体质如何，所以他也总是在忍耐等候啊。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在忍耐等候，上帝也在忍耐等候。他将圣灵安置在我们心中，就是要帮助我们来平衡内心的善与恶，让我们内心的善，就是那个信心，能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执政党，让我们的内心的恶，那个一直想要悖逆、想要违背上帝的恶，能永远有效的被压制。很多时候，善与恶的力量一直在我们内心不断的翻腾。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上帝盼望我们能以士师记来警戒自己，当善与恶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交战的这个契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总要凭着信心拿出100%顺服上帝，就像俄陀聶一样，当机立断，拿出尊主为大的诚意，将内心那个悖逆、不想顺服、总想找理由、找借口的那个恶踩在脚下。前阵子牧师有接到一通电话，有一间教会的长老有打电话来询问，他问牧师说，还没有受洗的人到底能不能参与敬拜团或者是圣歌队的服事？
因为他是在敬拜团，所以他就问敬拜团的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因为他知道我的背景，所以他打这通电话来问我。他想问我说，因为当初我是一个信徒嘛，后来成为牧师，想法如何？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的背景是什么？牧师的背景呢，就是我一开始踏进教会的那个时候，我30岁左右踏进教会。当时什么是上帝，什么是耶稣，我实在是搞不太清楚。但是呢，就是因为学音乐的关系，因为有一些契机产生，我就进到了敬拜团里面，跟那些敬拜团的团员一起唱诗歌，一起服侍。但是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敬拜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侍，甚至于那时候他们都在讲同工，我心里想，你们这群人真的很奇怪哎，居然叫儿童来当工人，那个儿童的童工，我真的听不太懂，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傻眼，一开始的时候。好，总而言之呢，我就是为了学音乐去的嘛，因为我的音乐老师说，你这么年纪已经30岁了，你才来学音乐，你没有一个伴，你可能很快就阵亡挂掉了这样子。好，于是呢，他就因为一个机会，他就介绍我去我的母会这样。好，我就是这样子在敬拜团服侍。然后呢，我进入教会之后，教会没有任何人跟我约法三章，包括牧师。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大家无条件的接纳。因为敬拜团嘛，礼拜6练习，礼拜天就是一定要服侍嘛。好，虽然我完全听不懂，我实在是听不懂牧师在台上到底在讲什么。台语我听得懂啦，毕竟妈妈是台湾人哈，我听得懂。但是呢，我圣经翻起来我也看得懂，白纸黑字看得懂，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诗歌的歌词呢，却很奇妙，诗歌的歌词却能够触动我，让我在一个很自在、很自由的环境当中，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体会那一份，其实在当时我还不是那么了解的那一份爱。在之后没多久，前后大概2年的时间，我跟一杰牧师就主动提出要受洗，然后带着那时候还很小的子瑜跟子群，我们4个人就一起受洗。然后之后那是2002年，之后不到10年，2011年我就去台神决志成为全职传道人。当初如果我没有我母会这样子的接纳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能维持善恶平衡的信仰群体，或者是说，一个能让善的力量始终压制恶的力量的信仰群体，就是有能力，也有更大的灵性空间来允许不同信仰的人参与在其中。信仰群体中的善是什么呢？就是能以信心坚定顺服上帝旨意这样子的存在。那么信仰群体中的恶又是什么呢？就是无法持守与上帝的约定，总是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常常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会看了就会让人跌倒。我们是有机体，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罪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恶全部消除，不然我们就变成圣人，因为我们不是耶稣啊，我们只是一般人而已。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善的力量可以压制恶的力量，也就是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善的力量、信心顺服上帝的那个力量，可以带领影响并且翻转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与行为，进而让他们能与上帝去建立、维持一个合一的关系。在新春期间，牧师有提到，
在这3年多来，建成总共有7对新人结婚，包括目前还尚在交往的社青，还在交往的青年当中，10有8九的另一半都还未信主。当然，牧师知道2个人如果能够有同样的信仰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现实就不是这个样子发生。所以牧师一直以来的诉求，也就像士师记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自己属神的儿女自己要站得稳啊！我们自己属神的儿女要坚定站立，在每一次几乎要被动摇，但是却被圣灵提醒的那个契机里面，我们要持守与主的盟约，用尊主为大的行动展现我们对上帝的诚意。至于我们还未信主的亲友呢，我们其实无法也没有立场。我们在座也有些还未信主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其实我们真的无法也没有什么立场要求你们可以配合我们到什么程度。反倒是在许多方面，牧师要在这里要跟你们说声谢谢，就是感谢你们跟你们的家族都愿意配合我们，在上帝与众人面前誓约，也愿意配合我们参与我们的聚会。参与本身就是一个认同啊，因为常常也会有人说，牧师啊，如果他真的爱我，他就应该要为我改变，是没错啦。但是如果换个立场，换成他来问我们，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去庙里拜拜呢？所以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献上感恩。谢谢你们一直认同我们，愿意参与在我们当中。因为参与的本身就是一个认同，因着这样的认同，我们也始终相信你们同样可以怎么样？你们同样可以，并且正在领受来自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如今地上的万族也要因着我们基督徒而蒙福。特别是我们还未信主的家人，也必因着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而蒙福。什么叫做因为谁而蒙福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前一阵子寒假刚结束，子爱要上学的时候呢，他都会有早餐，他也会有中午的便当。但是然后哥哥姐姐呢，哥哥就是有时候是部队里的嘛，姐姐上班呢，自从 COVID-19 以后呢，他本来是吃他们公司里的简单的9块钱的餐，午餐。然后后来呢，觉得外面的东西太油腻了，他还是喜欢吃家里的，也帮他准备便当。可是放寒假的时候，子爱就不用再准备便当了嘛，有的时候起得晚，甚至早餐也没有了，就早午餐一起这样。那你们认为姐姐还有早餐跟便当吗？你们信心真大，他就没有了。所以寒假期间、暑假期间呢，姐姐就没有早餐，也没有便当了。所以呢，在子爱开学有上学的时候呢，他跟着有早餐有便当，就是他因着子爱而蒙福啊。他因着子爱而蒙福。所以呢，当我们持续跟上帝有建立维持一个好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福气也会临到我们未信的家人呢。他们也会因为我们而蒙福啊。所以为了他们的福气，为了你的另一半，为了你未信的家人，你就持守着这样子跟上帝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若没有先在自己的位置上站稳，我们未信的亲友就很难，我们讲说一般正常来讲，就很难得到来自上帝的祝福。所以在士师记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所要关注的，往往不是未信主的人如何，而是我们这群已经在上帝面前与主立约的基督徒，是否能够互相提醒、彼此劝勉，在我们每一个生命
齿轮在转动，在生活当中一些大大小小事情发生的一些契机当中，我们都能用信心、用坚定的意志来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行动，用这样子的行动来展现我们对上帝的诚意。在每一个被圣灵提醒、被上帝兴起的契机当中，我们要来扩张我们自己的属灵空间，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容纳更多需要被耶稣的爱触摸的生命。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就必须要更加的坚定茁壮。不论那恶者要在何时何地兴起多少的亚门人来攻击我们，与我们征战，但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属基督的生命都要成为永远的执政者。我们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坚定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真理的灵引领我们。深愿主赐福我们，扩张我们属灵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真理中坚定不动摇。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圣诗第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诗第16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会众请起立。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的道，你走进道来根基，设立永远的国，对天降临社会，再造新的新流。这是我们要进行守圣餐。
牧师伫收圣餐进前先来说明一下，因为我的圣餐杯，我们的圣餐杯已经改成不锈钢的圣餐杯，所以呢，我们在奉献的同时，我们会长老会一起收杯，好，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再提醒一下。好，今日要来收圣餐，咱首先来吟圣诗219首，咱坐底吟就好。圣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咱来吟全首。欢迎囡仔上帝主耶稣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来听圣主耶稣恩典的话。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着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囡仔着磨担重担的，着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伫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是咱做伙甲主坐祷、享受圣餐的大心，咱来学主的模样，大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后塞顶落。当我们的手中领受这一份属灵的礼物，我们就是知道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每一位肢体都满有主的圣灵同在。我们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都是上帝所兴起的士师。愿这耶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愿这象征着主与我们同在的这一块被破碎的面包，成为我们属灵的养分，让我们在主面前立志：主，我们要成为合你心意的士师，在这个时代勇敢坚定站立。只要是你有在教会受洗，或者是坚信礼，都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一份祝福。或许你还没有受洗，或许你还没有坚信礼，这份祝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聚会，圣灵也与你同在。这样子的福气也会临到你的身上。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旁杯长老。弟兄姐妹，不确定在你们的心中是否曾经跟上帝许下了怎样的愿望？若这愿望不合神心意，我们要求主赦免。主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主会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坦然无惧的在他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求恩惠。若你所许的愿望还未实现，我们可以继续祷告，又或者我们可以感谢的说：主啊，谢谢你，你没有把我担不起的重担加在我的身上。
这个杯是圣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为荣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咱最后搁来念信息219首第3节。信息219首第3节。奉献，请长番的同工。在长老进行收杯的同时，请大家把刚才的圣餐杯记得要给长老交在长老的那个圣餐盘里。请大家也互相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圣餐杯都有已经回收。
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以上成全正圣徒，万民皆祭司。第一点，永远伫基督内底的性命，日日更新，坚定信靠，会当包容接纳。引带世人甲主同行，享受滋润。第二点，为着身体病痛兄弟姊妹来祈祷。有调养的有陈金主、陈王兰、洪干基、陈德明、刘秋敏、曾宝玉、陈丽水、胡义梅、杜昭、陈秀良、谢丽辉、陈义力、林依诺、洪英德、孙兆正、刘淑珍、李彩莹。福建的有刘惠忠。叶秋霞、李碧玲、苏凯华、张王良，严正的有黄景如、李亚娜、陈怡君、郭玲吉，文成兄夫妇，还有黄树敏。第三点，为着近日伫金厦海有发生的中国的船只翻覆的事件，愿主人民保守台湾甲中国双边。会当有进行有效甲和平的对话。为着第四点，为着乌俄战争、以巴战争、红海危机、地理的野火、石川的地震、新疆的地震，等等的天灾人祸，求主人民更新。请咱坐下来祈祷。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上伫你的面前，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祷，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时，我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真声来祈祷讲：愿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的大声，阮先来欢迎，有两位哦。第一位是云云姐的女儿，无啥名啊，
请起立。欢迎。第二位是幼美姐的朋友杨先生，麻烦请起立，欢迎你来。好，我来报告。后周的事工请大家来看。教会消息我来读。第一点，本主日举行今年第一度的圣礼典，本届的圣餐奉献将关注世界展望会儿童领养的计划。第二点，本主日礼拜了后要举行2024年的定期会员好会，请一同关心，嘛请大家留步吼。本主日爱餐要伫会员好会结束了后来讲义，请大家配合。第三点，2月26号，2位牧师要伫赤峰街教会参加台北中会中区正教会的区会，安排本区的年度的事工。第四点，2月28號，禮拜三的查經基督會，拄着國定假日，咧暫停一擺。第5點，下主日，世界展望會鄭碩凡牧師要來本會分享，進行兒童領養計劃，請大家共同關心這個世界因為破病、天災、戰爭等的因素，失去家庭守護的兒童。第6點，下主日中午12點40分，教育部要召開主流的教員會議，地點是1樓的教育廳。團契消息第1點，3月3號上午9點45分，青色團契聚會，地點是伫4樓，主理是楊秀瑤老師。第2點，3月8號上午10點，雙年團契聚會，地點嘛伫4樓，主題是伊吉牧師的分享。第3點，3月23號雙年團契舉辦春季的靈修旅遊，地點伫彰化，歡迎會友來參加。第4點，5月13到5月17，台北中會雙年部舉辦春季國外旅遊的5自遊，地點是伫日本的關西，毋是台灣的關西啊。有要參加的請美玲會長來報告。奉獻明細若是有漏交的，請幹事還是會計來糾正。好，我做幾個補充，就是下禮拜下週有世界展望會的鄭碩凡牧師帶着他們的同工來進行兒童認養計劃，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呢，跟不是一般的對外奉獻，所以你們不用準備現金來奉獻，因為下禮拜就是他們會在禮拜的時候會介紹兒童認養計劃，跟他們過去以往做法不太一樣。好，他們下禮拜會說明這個計劃呢，是從2019年才開始推行的。那在會後禮拜後，他們會就是如果我們有意要成為兒童認養人，我跟義傑牧師那天他們來說明的時候呢，我跟義傑牧師已經參與了哈。就是你們有這樣子的心意的，可以來準備你們的信用卡，因為你們認養了。在認養兒童的這個部分呢，可能就是需要填寫一些個資，就是信用卡可能每日，因為你要認養嘛，認養孩子嘛，好，你就可能他需要每個月的扣款，類似這樣子的方式，是大致上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好，所以跟大家說明一下，請大家為這個事情關心禱告。那今天的聖餐奉獻，我們每年都有6次的聖餐，那上半年3次，那上半年這3次的聖餐奉獻呢，我們都會針對世界展望會。來進行他們在兒童認養計劃這方面的捐助，好，所以跟大家說明以上。上迎聖詩第507首，榮光歸聖父上帝。臨時刷請牧師祝禱，會眾請起立。呀。
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国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接受主的差遣，将荣光归伫伊，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长请坐。马上要召开会员好会。若是要去便所的。